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在加拉太书第1章第6节到第10节。新标点和本在第205页。加拉太书第1章第6节到第10节。加拉太书第1章第6节到第10节。我希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不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那就应当被诅咒。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诅咒。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上帝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人就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以上，这时请许牧师来讲道，题目是唯一的福音。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求你的圣灵亲自带领我们，让你的话语、你的信息进入到我们的心中，使我们领受到那丰盛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里成为最重要的真理。愿主你亲自带领。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看加拉太书。在加拉太书的第1章里面，在整章的经文当中，其实他一直在谈的一个是保罗来写给加拉太地区的一封书信。那么在这书信里面，他所谈的是一个福音，这个福音的重要性与我们现代息息相关。从去年开始，台湾的社会政治开始做选举，一直到今天，我们可以不断的从媒体当中去看见一直在传达一个讯息出来。然而这样的一个讯息一直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台北市长选完之后，在现在这一段期间，我们看见这位市长他所做的，他所想的，与传统的思维惯例都不太一样。过去我们所接受到的价值观、社会观、人际关系，似乎都受到了某种程度。那么我们不禁要问的是，是我们接受的关系观念太久了呢？还是过去是对的，所以现在所看见的是不正确的呢？到底在现代，我们要去如何分辨哪一个才是真的呢？保罗在写加拉太书的目的，就是要把那些接受错误讯息、被这些错误讯息所引导的信徒，带回到正确的信仰和生活里面。那么，在我们生活在现今的我们，当我们在面对社会环境的试探和诱惑的时候，我们要如何从信仰上得到帮助？或者是说，我们应该如何去分辨什么才是真理？在我们的现在生活里面，我们常常会因为人的内在的需要和外在的需要，或者是说人会有外在的想要或内在的想要，在需要与想要之间，到底我们要在信仰上如何来分辨呢？透过今天的加拉太书，我们在信仰当中，我们要站在真理的道路上。保罗从一开始，他在加拉太书的第1节就开始称，他说：“我有使徒的做使徒的保罗。”他称呼自己是一个使徒。然而，这个使徒的身份是耶稣基督邀请他的，让保罗可以基督同行，并且被差遣出去，
去代表耶稣基督传扬基督的生命、死亡和复活的意义。而且在这里面，保罗可以去邀请人们借着信心去领受这生命，领受这生命的起头。这就是保罗他介绍自己是个使徒，并且要告诉人们说，他所做的、他所说的、他所写的每一件事，都是与基督同在的记号。所以保罗说，他自己的生命不再是由他的父母，或者是他接受耶路撒冷著名的学者加玛列教育出来的成果。他说，他的生命是借着耶稣基督所塑造而成的。因此，保罗特别的说，在这宣教的旅程上，他不是只有自己一个人，而是有一群人与他一起在宣教的道路上，在信仰的团体里面，一同经历耶稣基督的恩典。在周报里面，我们看见，在这段期间，我们要一起来打扫教会，把整个圣殿打扫得干净。也透过教会的教育部，我们要一起来101，一起读经祷告。在周间的生活里面，我们一起透过在团契当中，我们彼此扶持、彼此关怀。在牧养系统的小组里面，我们来一起服侍，一起来关心每个家庭。我们在信仰的团体当中，我们一起在做许多的事情，将信仰放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所以因此，我对这句话特别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但一群人却可以走得很远。我们一个人，我们可以说我们很有机动性的，马上说走就走，马上说要到哪里就到哪里，要做什么事我们马上可以做，但是却无法持续。但是一群人，我们可以彼此在一起，我们可以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会互相的扶持，我们可以走得更远。特别我们在这个信仰的道路上面，我们有时候会觉得遇到困难我们就放弃了，但是因着一群人，我们在团契里面，在打扫，我们在读经，在祷告，我们可以慢慢的一步一步，我们会走得比一个人还要远。因此保罗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在介绍自己，将自己的身份说得十分清楚的时候，强调自己是属于在一个信仰的团体里面。那么我要问，你会如何介绍你自己呢？你会如何介绍你自己呢？记得我孩子还没出生以前，我都会说我是我在以前在上班的时候说我是某某公司的业务，或者是我是盛凯，我是谁。但是当我孩子出生之后，渐渐的他们长大了，特别最近在桃园国小里面，我都进去，我都要向老师们说，我是承恩的爸爸，我是伯恩的爸爸。你会如何介绍你自己呢？介绍你自己的工作是属于哪一间公司呢？还是介绍说你是哪一个学校的学生呢？还是介绍你是哪一个家族的人呢？或者是你是哪一个团体、社团的成员？当然，你遇到基督徒的时候，都会说我是哪一间教会的人。那么我要问，我们是属于哪一间教会的人呢？跟你隔壁的讲，你是哪一间教会的人？确定齁？好，确定。我们都是在爱的团体当中，我们都是迦南教会的人。当然，也有一些基督徒，他们对于属于哪一间教会，其实他们不太重视，会觉得我有在敬拜上帝就好了，我在家里看电视听牧师讲道就可以了。但是从保罗的提醒当中，我们要确认的是，耶稣基督所拯救的儿女，并且要强调我们是属于哪一个信仰团体的。因为只有在信仰的团体当中，我们才会经历耶稣基督所带来的爱与恩典，与人才会有
爱的交流。所以，当每一个肢体的生命在成长的同时，也会让我们彼此的生命更加的成熟。在一间教会里面，我们参与在里面，一起敬拜，一起团契。透过这样，我们对教会有认同，我们愿意投入在这样的一个服事里面。所以，信仰也会透过彼此的服事，带来生命的成长。信仰会透过你我彼此互相的服事，带来生命的成长。那么，我们可以把刚刚的那一句话说：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一群人可以走得很远。可以把它有这样的一个新的体认，是一个人走会很孤单，一群人可以相互扶持，一群人可以彼此扶持，走在信仰的道路上面。那么，保罗在提醒我们的是，我们的生命是上帝恩典的赏赐，因着他的赏赐，我们的生命就得完全。这都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牺牲了自己，救我们脱离这个世代的一切的邪恶混乱。那么，在保罗这样的一个叙述的当中，他很明确的告诉我们，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信仰团体里面，我们彼此互相的扶持当中，在第6节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一开始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在现代中文译本里面说，他很惊讶、很惊奇，离弃了耶稣基督。这个恩典是选召你们的上帝，但是这群人，你们居然离弃了。所以保罗在这一段话里面，他的话语有很大的转变。从他这句话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他心中的那个愤怒和惊奇。这也就是加拉太书变成这封书信，要写给加拉太地区的信徒很重要的，因为保罗听见了加拉太地区有人去传另一种福音，然而这一个另外一种福音会让人远离上帝的拯救，所以保罗他的内心非常的着急，因为教会的弟兄姐妹竟然这么轻易的离弃了真正的福音。其实，如果我们从保罗的书信里面，从圣经的叙述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保罗在宣教的时候，时常遇到一种状况，就是当他离开原本他所开拓的教会之后，马上有人去破坏，将原本的福音改变为一种错误的信息，扭曲了福音真正的意义。所以，我们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保罗他的愤怒，也透露了保罗对福音看重的程度。他强调，只要有任何一个人所传的远离了耶稣基督与十字架，那么他就应该受到咒诅。那我们来想想看，福音是什么？福音是什么？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3天复活。这就是福音的内容。上帝的儿子死、埋葬、复活，这样的一个过程经历，就是一个真正的完整的福音的信息，缺一不行。若是你只传一个钉十字架的耶稣，那不是完整的福音。有一些人，他们传一个钉死的耶稣，所以把这样子看成是一个牺牲的榜样，这不是完全的福音。福音必须是在耶稣基督的死、埋葬、复活这样的一个经历当中，这才是一个完整的福音。所以哥林多前书第15章又说：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所以从整个福音的内容，我们来看，我们可以看得到加拉太书所要传达的是，第一个是福音是显明他生命的启示，也就是福音叫我们脱离罪和死。第二个是福音是让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做他的儿女。
第三件事就是福音叫我们成为上帝的后裔，去承受上帝所赏赐的产业。那么这就是上帝他的旨意要行在地上，这就是福音要在我们的生命中所显现出来的果效。所以我们要如何看待，那就是非常重要了。你如何看见耶稣基督的福音在你的生命里面呢？如果你离开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们生活在现代的社会世界里面，我们是否受到了许许多多的影响？这个影响最大的就是我们不再关心上帝的事了，我们只在乎人的事，比如说财富、成功、名利。把这样一个片段的真理当作是一个完整的真理呢？然后将这样错误的真理去教导别人。其实要传人的福音很简单，只要告诉他你要如何成功，你要如何得到财富，每个人都非常喜欢。但是保罗一再提醒，他所传的福音不是要得到人的称赞，而是要单单的注视专注在从天上而来的奖赏。各位弟兄姐妹，你要得到天上的奖赏吗？那么当我们成为上帝儿女的人，我们就不可以依靠自己的喜好来做事，我们要完全顺服在上帝的旨意里面。所以我们要特别的注意，不要去传另一种福音。然而另一种福音在今天我们可以看作它是异端，然而异端在原文的字里面，它是来自于选择。也就是说，一个人从一个整体的福音里面只选择其中的一项，然后忽略或是否认掉其他的真理，将自己所喜欢的、所选择的真理当作是唯一的真理，并且还教导别人说你也要这样做。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早期的教会，只要听到有关说上帝的谎言这些事的时候，就会把这些人绑在柱子上烧死，来杜绝异端之说。可是今天我们都知道，我们不能这样做，所以我们要更加清楚地明白何谓真正的福音。今天有许多人其实都在传另一种福音，传这样的一个异端。这些人大部分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有可能有的人有群众的魅力，有的人能够说服别人。所以当这样子在教会界里面，有许多的人将他们视为有名的人。透过加拉太书，我们要在今天的基督教教界里面去看到这许多的谎言，并且在这当中的谎言去选择一条真正自由的活路。然后这条道路早就预备在那里了，这条道路就是真正的以耶稣基督的真理来带领的恩典道路。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保罗在提醒加拉太信徒的时刻，我相信他在批判的同时，批判另一种福音的同时，他自然也会遭受到同样的批评，认为他只不过是在跟别人竞争而已。所以保罗就非常清楚地透过自己的故事来向加拉太信徒说明基督是如何的来选召他，向他启示福音的真谛。首先他提到自己是在犹太教里面，在他从小就在犹太家庭中成长，并且在著名的耶路撒冷的拉比加玛列的门下接受教导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让他拥有一个杰出的能力，也从这些教导当中，他比别人更加的积极去遵守犹太教的教规，所以他非常激烈的去反对他认为是错误的事情。所以当有人开始跟随着使徒，跟随着耶稣基督的时候，保罗那个时刻他有着雄心壮志，要来改变这些基督徒，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迫害。
他的目的是为了要让他们变好，这个好是在他个人主观里面所接受的。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保罗再接着告诉我们，他生命最大的翻转的一个关键，就是来自于上帝的启示。他说：“那位把我从母腹中分别出来，又施恩呼召我的上帝。”原来保罗是个依赖自己的能力胜过一切的人，但是自从他在大马士革被主呼召以后，上帝不再是与他毫无关系，或者是被他放在次要的地位、边缘地带，而是已经成了他生命的中心。所以保罗意识到，当他被分别出来的那个时刻，是上帝亲自在推动着他，使他在外邦人中可以传扬他所领受的福音。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是否已经很习惯一个固定的公式1+1=2，或是 A+B=C， 或者是说用一些比较简单的方法，我们就可以得到在生活、在信仰当中的报酬呢？得到上帝的祝福呢？但是我们从保罗的故事里面提醒我们，被主改变的过程就是一个好的生命故事。被主改变的过程就是一个好的生命故事，但这个生命的故事却不是一个清楚可见的固定的公式。其实在每个礼拜我们来到圣殿当中听牧者的讲道里面，我们需要的不是什么可以改变生命的几个步骤，或者是几个重点。真正我们需要聆听的是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中的故事。所以我们就要顺服在圣经的真理之下，让基督亲自来启示我们，活出一个与过去截然不同的生命故事。耶稣一直在邀请我们每一个人与他同工，就是参与在他救赎的计划里面。你我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故事，你愿意让耶稣基督来带领你吗？保罗的生命故事激励了众人，相信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有让人感动的故事。这个感动的故事，就是在颂赞上帝在你生命中的故事。所以我们每个人就要像保罗一样，去传扬这个被改变的过程。那么我们就要分享的是经历耶稣基督的故事，经历耶稣基督的故事。当保罗在今天的经文当中的后半段，在第1章的后半段，保罗退到阿拉伯。其实当保罗经历到被改变之后，他领悟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转变，所以他做了一个非常特别的选择，就是走向阿拉伯这个地方。阿拉伯是一个孤独退隐的地方，因为过去他以自己的能力为一切，但如今他要以上帝为中心，所以他需要更多的聆听，去聆听上帝的呼声，去更多的与上帝的同在，而不是一领受到就急着马上去做工。保罗发现，其实上帝不是那么的需要他，而是保罗他需要上帝，是保罗他需要上帝。所以当耶稣光照了保罗之后，耶稣带领着保罗，就是要保罗学习耶稣，退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在他服事前服事后都需要再一次的来寻求上帝，去真实的经验到上帝的同在。所以我想，我用想象的在想，保罗在阿拉伯的那一段时间，是在帮助他放松、默想，重新调整他生命的顺序。所以在经文里面说，经过3年之后，他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彼得。我想保罗到那边不是去告诉彼得要怎么做，
也不是向彼得去报告说他要做些什么事，而是单纯的去分享彼此生命中经历耶稣的故事。彼得是一位渔夫，保罗是一位有丰富学问的人。彼得是一个付出劳力，保罗是一位遵行教条而且敬虔的人。彼得的生命是从失败有罪当中转变了他的信仰，保罗是从宗教的教条当中的生命也改变了他的信仰。在这过程里面，没有谁比谁高，或谁比谁优秀，也没有说谁才是一个典范、一个模范的故事，单单就是一个分享故事的经验。所以每一个生命被改变、被翻转的故事，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都是生命，在这个故事当中，都是与上帝最深切的交汇所留下的记号。所以保罗继续往前行的时候，他宣扬基督的福音。保罗生命转变的这个经历，就流到外邦的世界，以至于今天你我才能在这边享受那主的恩典，来敬拜上帝。那么信心的故事进入到你我的日常生活之中的时候，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改变众人。在过去这段时间，陪着我们的长职、小组长去关心、去探访，在这当中，我听到许多人的生命故事。这些生命的故事，都是因为我们被基督改变的生命故事。那么，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你可以想一想，你被耶稣基督改变的那一个故事是什么？你经历到他的恩典的故事是什么？当你想到之后，我们就要学习耶稣退到旷野，安静的寻求上帝的心意。我们要学习保罗到阿拉伯，静静的等候上帝的带领。那你的旷野，你的阿拉伯在哪里呢？牧师鼓励各位，我们每一天都一定要有固定的时间，有可能是30分钟、1个小时或更多的时间，我们安静的在等候、聆听上帝的旨意。这个地点有可能在你的房间、书房，或者是大自然当中。那个地方就是你的阿拉伯，就是与上帝相遇的地方。也有可能在每一个主日礼拜这1个小时、2个小时里面，也是你与主相遇的地方。当你有这些安静、退隐、灵修的时间的时候，我相信可以帮助我们去发掘、察觉到基督的爱。所以当你领受到一份感动之后，不要急急忙忙的就去行动，反而倒是要慢慢的、安静的去祈祷，去寻求上帝的指引。等候那个时机成熟的时候，我相信上帝必会使用我们每一个人到那个需要的地方去，成为别人的帮助。我们每个人就成为上帝的仆人，与人去分享我们生命当中的故事。我相信透过这些生命的经验，会让我们重新得着力量，并且会鼓舞我们身旁的人，让他们一同来领受上帝的恩典。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所信的是唯一的福音，我们被改变的生命的故事是独一无二的。所以邀请你来到上帝的面前，安静的等候上帝的带领，并且愿意将你从上帝、从耶稣基督、从圣灵在你生命中转变的故事与别人一起来分享，就是要来实践耶稣的大使命，将福音传给每一个人，将福音传给每一个人。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谢谢你恩典的同在。这唯一的福音，就是耶稣基督舍命、牺牲、死、埋葬、复活的故事。
也就是如同你放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被改变的过程，我们会跟过去做分别，做告别。我们如同被主耶稣摸着之后复活。愿主你亲自带领着我们，让我们的生命的故事如同保罗一样传扬出去，为的是要荣耀主你的名，让人得着属天的恩典。愿主你亲自带领我们。此时我们要用主耶稣所教导的主祷文，我们同心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